此去要等好几年才能归来。无妨，我等你。战场凶险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那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一别5年，若姑爷知道姑娘已是威震有名的大将军，必然十分欣喜。此次回来，便就不走了。他给了我5年时间的自由，这一次，我还他一生的荣华。姑娘此次带着功绩归来，圣上必会大赏，说不得还会为伯府加袭爵位。姑爷真是好福气啊！他不嫌弃我从小在军中长大，还容许我随军征战，如此真心待我，一切都值得。站住！何人敢闯我东平伯府？瞎了你的狗眼了！少夫人都不认得了。少夫人，快去禀报公子。少夫人勿见怪，他是这2年新来的。公子呢？公子这时应当在伯爷处。无妨，我正好给父亲母亲请安。来，星航。星航，你慢点跑，当心别摔着。你才要当心，这还不足2月，还没坐稳呢。有表哥在，我们母子定会平平安安的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不好了，公子，少夫人回来了。什么？她回来了？到哪里了？这会儿怕是已经进府了。姐姐知晓后定会不悦。无妨，她迟早要知晓。现如今我在朝廷上已经站稳了脚跟，不必惧她。可她毕竟是将军之女。什么将军？不过是镇守边关的边将，又不是什么世家大族。夫君，锦师爷在呢。哎，这孩子谁家的？爹爹，娘亲，爹爹，娘亲。星航，这件事说来话长，我慢慢与你解释。金月呀，你怎的突然回来了？也不提前送个信儿。是啊。祖父喝水，喝水就不渴了。好孩子，来，祖父抱。我不过是5年没回来，夫君和表妹的孩子都已经4岁了。我若是再不回来，这少夫人怕是要换人了吧？哎呀，瞧你这话说的，锦师他不会与你争抢，不过是老爷身子不好，这些年呐，盼个孙子，否则会留下遗憾。金月，不孝有3，无后为大。我也不希望你受人指责。哎，如此说来，夫君娶表妹与他生孩子，倒是在替我尽孝了。既如此，你为何不写信言明？哎呀，战场凶险，刀剑无眼了，我怕你知晓以后分心受伤。再说了，那一封信3言2语的，说不清楚。是啊，明渊也是为你着想啊，这不，现在知道也一样嘛。
你们一家人当真是厚颜无耻的理直气壮！放肆！侯爷，别动怒啊，小心身子。林金月，你怎么跟父亲母亲说话的？你是要把父亲气出个好歹？他现在不正抱着他的救命良药吗？瞧瞧，这就是京剧之女，半点恭顺贤德都没有。姐姐，你有什么气冲着我来，别气着父亲。当初你说你父母早逝，无处可去，你只求有一羽容身之地，说会替我照顾好夫君公婆，当真是照顾的极好。干什么？景世身怀有孕，你别欺负他。表哥，又怀孕了，陆明远，你当真是好得很啊！你当初娶我的时候，你说永不负我，成婚之后，你假装大度让我去征战，你们一家人从一开始就是算计好的，是不是？寻常闺秀呆板无趣，不如你英姿飒爽。我爱的就是你的与众不同。景月，我向你保证，你若嫁我，我此生只你一人，绝不负你。那若是我们二人成婚之后，我还想上战场，你会允许吗？那是自然。你从小在军中长大，你该是自由翱翔的鸟，我怎舍得困住你？好，那我嫁你。他与别人不一样，定能真心待我。什么真心，全都是虚情假意。我在阵前浴血杀敌，你在家中娶妻生子，如此做，不怕天打五雷轰吗？放肆！女子从军，本就离经叛道，同意娶你，也是莫大的宽容。你竟不知感恩戴德吗？所以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你们这一家子如此欺辱我？没有人想欺辱于你，往后你还是伯府少夫人，没有什么改变的。一夫二妻，我也是笑柄，我还有何颜面去面见他人？那你想如何？秀儿，贱人，我就知他容不下我。幸好我有孩子帮事。姐姐，我什么也不与你争抢，我求你别赶我走。竟是为我生下长子又身怀有孕，我怎么能这么对他？好，那给我一纸和离书，我便成全你们。威胁我？姐姐怎可说如此气话？是金月，你都20有2了，和离之后还有何人敢娶你？快别说那些混话了。如今明远已是礼部侍郎，将来前途不可限量，你可要考虑清楚了。方金月，你不过只是一个女子，任你武功再高，在军中只能是一名小将，远不如伯府少夫人来的尊贵。再说，岳丈逐年渐老，你终究能依靠，只能是我。他以为他的仕途如此顺遂，是凭他自己不成？这些年我和父亲以军功暗中相助，却换来他这般忘恩负义。本还想以功绩再为他换些荣华，现在看来，真的没这个必要。明日你代父进宫面圣，定要为伯府求些奖赏，给明月铺路。如此辱我，还想让我为他们求赏，简直恬不知耻！我从前怎么就没有发现他们竟这般无耻？依靠我父亲的军功，得来这仕途，你娶我，就是这个目的吧？
不过就是相互扶持而已，不要把话说的这么难听嘛。哎呀，好了，你舟车劳顿也辛苦了，先回院里歇着，有什么事日后再说啊。你，少夫人，这是公子的居所，您不能进。公子的居所就是少夫人的居所，还不快让开！可是，怎么回事？公子和景夫人共住此处，久战鹊巢，欺人太甚！金月的父亲镇守边关，深得圣上倚重，你切不可与他翻脸呐！哎呀，方才他的态度您已经看见了，那我能如何呀？你且忍让些，哄哄他。女人嘛，始终是以夫为天。话说你俩大婚后，他便出征了，至今未有圆房。夫妻吵架，床头吵架床尾和。今夜你主动些，主动去把房圆了，至此此事便过去了呀。我堂堂一伯服公子，我娶她已经是遭人耻笑了，现如今还要放弃尊严去哄她圆房，我传出去，我还有何脸面啊？我今后在朝堂上，我还如何立足？不得先有里子才有面子吗？伯父空虚，你又不是不吃。你父亲每月吃药得花费数百两银子，得需他的嫁妆来维持。你日后的仕途也得倚仗他的父亲。哎呀，锦诗啊，你快劝劝他呀！表哥，你且委屈委屈，就当是为了星恒和我肚子里的孩子。待将来你位极人臣，便不用再顾忌他了。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，不委屈。我知道了。夫人不好了！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少夫人，她把明德院景夫人的东西都砸烂扔出去了。什么？我怎么忘了这一茬了？得赶紧去看看。这不能让公子会怪罪的。住手！一个侍婢敢动主子的东西！这些都不是少夫人的东西。公子，景夫人，奴婢拦不住。少夫人，这里是我的寝具，谁给你的胆子？我给的。表哥，这是星恒最喜欢的拨浪鼓，还有这虎头鞋，我昨日才做好的。锦月，你太过分了！星恒，星恒，赔我拨浪鼓！你若是再打人，那我就让你尝尝这枪的滋味。姐姐，星儿还小不懂事，我求你别伤害他。动手！有什么？冲我来！好啊，说的没错，这子不教父之过，那你就替他挨这枪吧。表哥，你受伤了？怎么就动手了？有话好好说呀！怎么能对自己夫君动手啊？谁先动的手，母亲瞧不见吗？怎么，只允许他们动手，就不允许我还手？星恒还是个孩子，你同他计较什么？明远是你的夫君，你怎能伤他？所以我就活该受着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规矩里面没有这一条。你哪有半分伯父少夫人的样子？姐姐，
我知你心中有气，但是你也不能打表哥呀。我不打他，打你吗？这不是我嫁妆里的金钗吗？怎么会戴在他的头上？风金月，竟是身怀有孕，你太狠毒了！狠毒？我倒是想问，我的金簪怎么会戴在他的头上？又不戴，我给他用用怎么了？还有这云锦，瞧着甚是眼熟，该不会也是用我的嫁妆做的吧？你既嫁与我，我自然有权取用你的东西。是啊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如此计较？这么说来，那这府里的东西，我都可以随意取用了。金月，你才回来，许是累了。这样，你先歇着，有什么需要同母亲讲啊。我连卧榻都被别人糟蹋，我又能去何处休息？哎，我这便派人收拾，让他搬到别处去。母亲，表哥，我头好晕，肚子也有些……锦诗，锦诗，你没事吧？锦诗，锦诗，锦诗，快去找牛大夫！是。锦诗，锦诗。金月，我向你保证，你若嫁我，我此生只你一人，绝不负你。金月，不如你再稍等一会儿。这床榻已经被别人滚过了，我嫌脏。那这样，旁边的七云阁无人住过，你住那儿去。冉兄，把我的东西搬到西云阁去。是。对了，怎么不见我的乳娘？当初我离京时，留下乳娘为我看守嫁妆，可回来之后，怎么不见她的踪影？啊，她身子不适，在下人院休养，我这便派人去唤她。哼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！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嬷嬷，你怎么如此憔悴？可是真的生病了？我身体好着呢，他们怕我给你通风报信，将我关了起来，想将我熬病熬死。什么？这帮人！姑娘前脚离京，姑爷后脚就打着亲孝的名义娶了表姑娘，让表姑娘住在明德院，明目张胆地挪用少夫人的嫁妆。我几次想给你去送信，他们都拦下来了。后来，索性就将我关了起来。他们真是太过分了，就是欺负封家在京中无足轻，将军又远在边关，鞭长莫及。委屈嬷嬷，来坐。我日日盼着姑娘回来，总算盼到了。是啊，我此次回来便不走了。我与他们的账，一定和他们算清楚。姑娘打算怎么办？这负心汉，我永远不会原谅。我要和离。和离？这怎么可能？他们不会放姑娘走的。不怕，我先进宫面圣再说。在我跟他和离之前，我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王爷，风姑娘回京了。她回来了。按例，风姑娘明日应进宫面圣。好，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 6年半不见，他竟成了大将军，真是出人意料。
姐姐怎能下如此狠手？表哥一定很疼吧？好了，大夫说了，你不宜情绪过激，你们躲太近。瞧今日这阵仗，姐姐定是不会善罢甘休。要不我就给她赔个罪吧，让她打骂我一顿消消气，省得表哥和姨母为难。他蛮横无理，你又如此柔弱，他不得欺负死你啊！行了，这件事你不用管了，我去替你处理。我就知道表哥疼我，这辈子没嫁错了。你从小父母早亡，孤苦无依，我不疼你谁疼你？陛下，封将军觐见。哦，快传。宣封将军上殿。臣封金月参见陛下。爱卿平身，起来说话。谢陛下。见过宁王殿下。封将军真是英姿勃勃，还真是巾帼不让须眉。是啊，我朝难得出一个女将，当真是虎父无犬女啊。多谢陛下赞赏。这些年你屡立战功，说吧，你要为你的夫君和东平伯府求些什么？陆公子现在已经是4品士了，再要升的话就是3品尚书，吏部怕是会有异议，得有一个合适的由头才行。确有些难办呀。陛下王爷不必为难，臣今日不是为他所求。哦，你不为夫君所求，那你为谁而求？臣今日只想为自己求，恳请陛下赐臣官职。女子入朝为官，世所罕有。选贤任能，尚不论出身，何论男女啊？言之有理，待明日早朝问问吏部有何空缺。我统管的殿前司正好缺一名副都指挥使，不知封将军可否愿意？臣愿意，恳请陛下恩准。合着你今日是来抢人的呀？儿臣只是顺口一提。行了，朕允了，回去等圣旨吧。多谢陛下恩准。殿前司副都指挥使乃3品，比陆明远高上一级，如此一来，合理就容易多了。数年未见，师父可还好？我爹身体硬朗得很，上个月还打死了一头老虎呢。边关镇守全靠师父了。年少时去边关历练，也是多亏了师父教导。我爹还时常挂念着你，说是让我把虎皮带给你。这个虎皮我问他要，他可都不给呢。你到底是女子，虎皮的确不适合你。我府中倒是有一件白色狐皮，很衬你，回头我赠送于你。这么好的东西你送给我，那王妃不会吃醋啊？还未娶妃，醋不着啊。啊？我记得你好像就比我大2、3岁吧？这都25了，怎么还没有娶妃啊？我心属之人已经嫁人了。这么惨啊？那你为何不早些求娶呢6年前我出使列国，回来他已是人妇了。那就生生是可惜了。不过没事，这京中这么多闺秀，你总能找到你自己心仪的姑娘。普通闺秀怎能与她相比啊？她是独一无二的。不提了，不提了。这改日我请你吃酒，咱们一醉解千愁。好，你还欠我杯喜酒呢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可惜啊，这般好的姑娘，竟嫁给了那陆明远。回来了，
姑娘面圣可顺利。多亏了宁王殿下，我才能顺利求得官职。姑娘求官职作何？不该请旨和离吗？就这么合理，也太便宜他们了。我要让他们知道这忘恩负义的下场。等收拾完他们再和离。我要让伯府沦为上京的笑话。再者说了，我这拿军功换和离，他陆明远还没那么重要。姑娘说的是，负心薄幸的人一文不值。姑娘能看开，不为此伤心难过，我便放心了。嬷嬷，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。你去把我的嫁妆清单拿来，得好好跟他们算算账。是。姑娘。进宫面圣，陛下可有奖赏啊？自然是有的。哦，什么奖赏？等过几日圣旨到了，你就知道了。圣旨，那必然是大封赏。夫妇一体，我的荣光便是你的荣光，知道这个道理？忙着吧。陆明远，你以为我又在为你求封赏吗？真是期待圣旨下来时你是何反？我也误会了，姑娘为何不说明？这期望越高，失望就越大。高高捧起，再狠狠摔下，如此才有意思。那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做啊？自然是要拿回我的嫁妆。姑娘的嫁妆在明德院，可库房的钥匙在夫人手上。走，去长春居。夫人，少夫人来了。金月来了，快坐吧。我今日来呢，想找母亲拿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存放我嫁妆的库房钥匙啊，好端端的要他做甚？你放心吧，母亲帮你存放的呀，好好的。母亲要操持着伯府，还得照顾父亲，这么小的事就不劳母亲费心了，还是我自己保管为好。请母亲将钥匙交还于我。哎呦，没有带在身上，也不急于一时。哎，到你父亲吃药的时间了，我得回去伺候了，你先回去啊。我便知道夫人不会归还，这嫁妆想要拿回来，怕是艰难了。那是姑娘的嫁妆，他们凭什么不给？自古女子一入婆家，便身不由己，被侵吞嫁妆者不在少数。原本以为陆家会有所不同，没成想也是如此。我的嫁妆可不是那么容易好侵吞的，他们不给，我便自己去拿。可府里上下都是伯府的人，我们如何与之抗衡？将军府也只留了一对老仆看宅，没有人，我便去借。王爷，封将军派人送来一只锦盒。他要人做什么？这样，明日叫几个机灵一点的，路面少一些的，去东平伯府，听候封将军吩咐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金恒乖，多吃点，我们才能长得像爹爹一样高。不能这样！看好少爷。你们是谁？不能进来！劝你离远点，省得伤了。少夫人，您不能这样！
怎么回事？姐姐，你这是要做什么？我的嫁妆没道理放在你的院子里，任由你取用吧。快去唤姨母，还有表哥，赶紧送信叫他回来。当年老爷将圣上的赏赐和多年的积存都给了姑娘做嫁妆，那可是10里红妆啊。可这天杀的才过了5年，姑娘的嫁妆便少了小半。把这些都搬出去吧。对了，照着嫁妆清单一样样清点。拿了我的，都给我吐出来！动手！靳月，你这是作何？怎能将这些来历不明之人带回府里？若是吓着锦诗动了胎气，可如何是好？母亲，您不肯归还我钥匙，那我就只能自己亲自过来动手了。表妹若是害怕的话，就进屋里面躲着些。这些嫁妆存放在这好好的，你动它作甚呢？这些嫁妆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自然是要搬到我的院子里去。都是一家人，夫妇一体，你的不就是明远的吗？这哪条律例规定的？我怎么从来不知呢？你这是何意啊？我的意思很简单，我的东西，那便只能是我的，任何人都休想肖想。姐姐怎可如此说？女子就应该回归后宅，相夫教子，怎可背逆夫君，不敬婆母？你是卖帽子的吗？这么会扣帽子？我只是好用不着。这相夫教子的事啊，你还是留着自己做。姨母，姨母，都给我清点清楚。明远呢？明远怎么还没回来？母亲，明远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快劝劝金月吧。你非要闹得家宅不宁吗？这说的是何话？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的，闹什么呀？你既嫁我，你的一切便都是我的，属于伯父财产。陆明远，这脸面是个好东西，我劝你啊，多少得要一些。你说什么？姑娘，都清点好了。念。金锭缺250两，白银缺7800两，南海珍珠缺15串，金簪步摇缺23只，玉镯缺7只，锦缎丝绸缺38匹。姑娘，除了这些，还有几套屏风桌椅不见踪影。少了这么多东西啊，母亲真是替我保管妥当。那就说说吧，这些东西都去哪儿了？前年青瑶出嫁，你身为长嫂，理应添妆不是？再则伯爷病重，你身为儿媳，理应尽孝。还有明远，这交际打点，哪样不需要银子？可我这瞧着，我不仅要供姑妹嫁，孝敬公婆，供养夫君，这我还得替夫君供养妻儿。他头上戴的，脖上挂的，手上戴的，身上穿的，不就是我丢失的金簪、珠链、玉镯、锦缎吗？表哥，这些东西用便用了，你待如何？很简单，还回来便是。这布匹都裁成衣了，这嫁妆都随青瑶去了，如何归还呢？怎么，这街上的店铺是买不着了吗？这若是真买不着了，折成金银给我也不是不可。这大家都是一家人，好商量。这既是一家人，又何必计较呢？这半月之内啊，我必须要看到我丢失的东西。若是我看不到，我便上告京兆府。这堂堂的伯府私吞儿媳的嫁妆，此案啊必定轰动上京。届时，这伯府可就声名远扬。皇辈，父为妻纲，你一介后宅妇人，竟敢提告婆家，简直是不贤不孝，有违礼数。风金月，你别不识抬举，我乃4匹侍郎，你妇人并无诉权。想要提告我，得由你族中男子代劳，且自身也得徒2年。你别忘了，你在京城根本就没有族亲。再者，我要是休了你，你什么都带不走。
他们便是料定了我无法提高，才敢如此肆意妄为。凭何休我们家姑娘？我们家姑娘做错什么了？凭他狭隘善妒、背逆夫君、不敬公婆，这些原因够了。你可想清楚了，若被休弃出门，你既带不走嫁妆，还会被人唾弃耻笑。你们欺人太甚！我今日就要看看这些嫁妆带不带得走。阮秀，来，是，来人，给我把他们拿下！谁敢动？圣旨到。这么多赏赐，陛下还是看重我伯父啊！等着吧，待我儿加官进爵，必定休了你，另娶高门贵女。好啊，我等着你。陆明远，接旨。哎，陆侍郎请起，这圣旨可不是给您的，不是给我的，那是给谁的？是给风将军的呀。啊！是给风将军的。啊！公公是否弄错了？此处何来将军？没弄错，是给风将军的。啊！一定是搞错了，她一个女的，怎么可能是将军嘛？圣旨上写的清清楚楚，咱家岂会出错？这怎么可能啊？风金月接旨。臣风金月接旨。奉边承运皇帝诏曰：风金月在边关立下赫赫战功，实乃巾帼英雄，特封大庆第一女将军之衔，赏黄金1000两，珠宝锦缎18箱，另准与风金月之请求，授职殿前司副都指挥使，即日上任，钦此。什么？她被封为大庆第一女将军，还授职殿前司副都指挥使，那岂不是品阶比我还高？女子竟然也能入朝为官，这不可能！风金月接旨。恭喜风将军！多谢公公。老天有眼，圣上英明。公公慢走。走。等了多日，这道圣旨来的可真是时候。啊！你那日面圣，不是替我求赏。我的军功，我为何要替你求赏？你怎么会有军功？一个女子要官职何用？太不像话了！自是我们姑娘在战场上拼杀来的，原本打算以此功绩为伯府换取荣华，可是你们是怎么对待我们姑娘的？简直是狼心狗肺！金月，你怎么不早说啊？如此也倒是叫我明白，这做官自立，可比倚仗他人可靠的多。哼，刀弄枪，粗鄙不堪。你没有半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，我不许你这样。我从前什么模样，你怎会不知？如今倒是开始嫌弃了。寻常闺秀呆板无趣，不及你英姿飒爽。我爱的就是你的与众不同。从前是从前，现在是现在。我纵容你任性妄为5年，你该知足了。现如今你回来了，你就该卸下戎装，归于后宅，做个真真正正的世家妇。我本来也想做一个好妇人，可是你已经求娶他人，已然不再需要我，我当然得另寻出路。不会的，锦诗虽是平妻，但你先入为大，日后伯府还是由你掌管。你们觉得
我还稀罕吗？总而言之，我不允许你入朝为官。你在战场上胡闹也就罢了，朝廷、官场那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他若真入朝为官，那我的脸面往哪儿搁？你这是在质疑圣上的决断吗？陆侍郎，你要是真有本事，就让圣上收回成命。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若不听，我真休了你！休了我如今可是有官职在身，你若想休了我，必须得上朝堂。陆侍郎要是有本事，可敢上朝堂与圣上与百官论上一论？你威胁我？与其说这些没用的，你们不如赶紧想想办法，如何补齐我的嫁妆。你们可得快一些啊！从今日起开始倒计时，半月期一到，我便去京兆府提告。我如今已是有官职在身，你们也不必担心我一介妇人又无族亲，无法提告。阮秀，把那些嫁妆搬回西云阁，还有这些赏赐，一件都不许落下。是，搬。兄弟们，麻利仔细点，别磕了掉了，让人捡了便宜。别，这搬呢？放下！别搬了！好，搬起来！哎，表哥，怎么办啊？这可如何是好啊？修又修不得，惹又惹不起，这么多的银子，我们怎么还得起啊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写信给青瑶，让他想想办法。凭什么风金月能活得那般恣意，拥有丰厚嫁妆和诸多赏赐，还能入朝为官？凭什么？姑娘，全都放好，锁进库房了。这是钥匙。往后这钥匙啊，嬷嬷替我收着。这太重要了，我年纪大了，怕不慎弄丢了。你莫不是忘了，若是丢了，我可是会用斧头开门的。那我便替姑娘收着了。今日可算是出了口恶气，想想就痛快。他们太无耻了，竟想休妻来霸占姑娘的嫁妆。幸好姑娘早有远见，向圣上求得了官职。这今日只是个开始，往后他们的报应还在后头。王爷，去东平伯府的人回来了。如何？东平伯府生了大事。大的胆子，竟敢如此欺负金月！王爷息怒，封将军有勇有谋，圣旨也到得及时，并未让伯府占到便宜。陆明远敢如此猖狂，想来是这些年过得太过顺遂了。收集陆明远错漏失职之处，交由御史台上奏弹劾。是。大人，这位是封将军，以后就是我们殿前司的副都指挥使，大家认个脸熟。见过诸位，以后多多关照。她就是圣上御封的第一女将军，没想到来我们殿前司了。别激动，那么激动干啥？我勒个娘呀，真是英姿逼人，瞧不出来一点像女人哈。说的什么话？什么叫瞧不出是个女人？这分明是非寻常女子。对，哎，封将军，我不会说话，您别见怪。大家往后叫我金月即可。那怎么行啊？再怎么也得叫声
风大人，对，风大人。以后大家都在殿前司共事，一定要相互照拂。若是有人欺生，休怪本王不客气。放心吧，王爷，若是有人敢欺负风大人，我第一个饶不了他。第二个，多谢大人，我叫沙威，他叫修贵，以后有事儿尽管找我们俩。好了，都散了吧，各自去忙。是。咱们殿前司来了个姑娘，往后可得热闹啊！她可不一般呐，她可是东平伯府家的少夫人。哎，注意点啊！知道了，你怎么跟女人一样？金月，以后有不习惯就同我说。不会啊，这个地方比军中可舒服多了。你在东平伯府被欺负了，为什么不同我讲？这家宅内事，你怎么能插手呢？放心好了，我对付得过来的。我的身份，却不好插手臣子家事。金月她什么都明白，不想让我为难吧？那你也是我师妹，有问题一定要同我说。当然了，我绝对不会跟你客气的。那你来殿前司可有跟师傅说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今日我就会写信告诉他。哎，你说风大人跟王爷是什么关系？看起来像是早就认识。不好说，反正关系非比寻常。咱以后啊，可得长点眼。哎，你说，我怎么觉着王爷和风大人有些般配呢？胡说什么呢？风大人可嫁人了，别无端生有，毁人名声。我就随口一说。走。母亲找我来，有何要事啊？听下人说，金月去衙署了。一早便出门了。儿子也正准备去礼部。你那点公务不打紧，现下最要紧的是赶紧跟金月把房圆了。昨日闹成那般，母亲觉得还有可能吗？昨日闹的确实是难看了些，但哪家夫妻不吵架？你向他低个头便是了。母亲，您给儿子留点脸吧。脸面能当饭吃吗？他如今让我们归还嫁妆，我拿什么归还呢？可夫妻之事你情我愿，我总不能逼迫他呀。怎么能是逼迫呢？金月心里那是有你的，只是现在因为有了锦诗，有了隔阂，你哄哄他便是。正好现下锦诗身怀有孕，身子不便，你就搬去七云阁住上几日，与他同吃共寝，那感情不就回来了吗？不是，这样能行吗？你就相信母亲吧。金月呀，她是心悦于你的，否则怎么会因为你娶了锦诗就大发雷霆呢？不过是拈酸吃醋罢了。你好好想想，她当初是怎么对你的？只要你真心对我好，什么都听你的。女人呐，心最是柔软。你待她好1分，她便惦念你10分；待她怀孕生下孩子，便有了软肋，日后便生不出脾气了，只能乖乖顺从，乖乖听话。他父亲远在边关，那京中又无祖老傍身，日后还不是任我们拿捏？可昨日他实在太过分了，要不过些时日再说。此事宜早不宜迟，你怎么就不明白呢？若再拖下去，恐怕他就真同你离心了。听母亲的，今日便搬到七云阁去啊！把这些东西还有这套茶具全都送到七云院去。是公子。
表哥，你真的要搬去七云院住吗？从成婚以来，我们从未分开，现下留我一个人，怕是孤枕难眠。这是权宜之计，这也是为了我们的将来。我知道，可是我就是不想与你分开。好了，这白日我还是会来书房处理事务的，也会教星恒读书识字，日日都能见到他。你别忘了我们母子三人就行。我不像姐姐有做将军的父亲，自身还有官职，我除了你，可什么都没有了。别胡思乱想啊！我的心中只有你，和风清院成亲，只是为了家族前程，无奈之举。都怪我，什么也帮不了你。你什么都不用做，陪在我身边便好了。我会为你和星恒争出个荣华富贵。我相信表哥。唉，怎么回事？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？姑爷让人搬来的，我们实在拦不住。他想干什么呀？姑爷说要与姑娘同吃同住，培养夫妻感情。他把我当什么了？我的地方岂是他想来就来，想住就住的？让出去！是。哎呀，谁叫你扔本公子的东西啊？还扔！我不仅扔，我还要砸！我的亲子茶壶！你疯了！阮秀，给姑娘。哎呀，你别忘了，这是东平王府，我愿意住哪间我就住哪间。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。阮秀，不许任何脏东西进我的房间，若是强入，只管给他打出去。是，姑娘。你们，公子这是被赶出来了，明明是连门都没进。也不怪少夫人生气，这事儿换谁都气。嘘，别说了，公子出来了，快走。你们，毛毛，将这个屋子打扫干净，省得晦气。还有，给我纸和笔，我要给我父亲写信。姑娘放心，我一定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半点晦气也不留。让人快马加鞭送到父亲那里。是。岂有此理！星恒，先去外面玩。表哥，这是怎么了？不是去七云阁了吗？怎的又回来了？他风金月那简直就是个疯妇，我没有办法跟他住一个院子。表哥不过去住了，那之前的离别信岂不是白演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表哥能继续陪着我们母子，真是太好了。还是你温柔可人，不像那风金月，她简直就是个母老虎。表哥与姐姐越闹越僵，这还怎么借封家的事啊？哼，我就不信了，没他风金月，我还成不了事儿啊！表哥莫要说气话，你既娶了她，自然是要借势而为，否则不是白受气了。他如今这官职，便是靠着封家得来的，往后想要高升也离不开封家。只要他权高位重，将来星恒才能走得容易顺遂。那我能怎么样啊？我听说有一种酒，喝下便能叫人神思不明，浑身酥软，便是仙人也无半点抵抗之力。哎，千万别进去啊！小姑奶奶在里边呢。小姑奶奶？嘘，那个小点声，把魏教头听见，不然可麻烦了。嗨，
到底谁啊，让你这么怕？罗想妖女，王爷表妹卢六小姐，她可是个活祖宗，你可千万别招惹她。那她来殿前司做什么呀？找王爷呗，反正现在你别进去，否则他必拿你开刀。那行，巡街去。行。站住！完了完了！转过来。罗六小姐，你就是风金月？挺漂亮可爱的一姑娘，可惜生了个狗脾气，逮谁咬谁。问你话呢，你哑巴呀？是，我是风金月，见过罗六小姐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都说了吗？活祖宗小姑奶奶。我又没招惹她，难道从门口过有错吗？你们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我李欢，表哥，再这么胡闹，我让林墨送你回府了。表哥，你居然为了他凶我！不是，他有病吗？谁凶他了？又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这里是殿前司，不是胡闹的地方。你先回去。我要去告诉姑母，你受贱人迷惑欺负我。我迷惑王爷？罗六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跟王爷他……你少得意，咱们走着瞧。他一直都这样啊？多见几次就知道，下次记得躲远点啊。帅贵，你今天很闲吗？我忙着呢，我先走了啊。王爷，王爷，这些都是需要您审批的啊，放那儿吧。刚才不好意思啊，我替一欢向你赔个不是。罗六小姐的性子的确是刁蛮了一些，想必王爷也没少为了她跟别人赔不是吧？她家里面有5个哥哥，她是妖女，从小被宠坏了，再加上生得与我母后相似，甚得我母后喜爱。那若是她真的向皇后娘娘告状去了，王爷不会受责吧？宠归宠，但我母后也知道她的脾性。再说了，我才是先生的。有道理。哦，明天休沐，带你逛逛上京。好啊，正好我请你喝酒。就这么说定了。你先去忙吧。封家在京中并无足迹，封金月也无相属之人，他来这见谁啊？坐，这是你最喜欢的梨花白。你还记得呢？还记得我们一起喝酒，应该是5、6年前了吧？是啊，自从我从边关回来不久，就出使列国。5年前，师父带你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好不在。时间过得可真快，真怀念我们一起练功杀敌的日子。好你个风金月，竟敢背着我与人私会！哼！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，怎知你在此与人相会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好你个大胆狂徒，竟敢勾引伯府少夫人！我……宁王殿下，陆公子好生威风，竟然敢对本王行凶！还请殿下恕罪，臣乃无心之失啊！风金月竟认识宁王，他们是什么关系啊？一句无心之失，
就想将此事接过陆公子。王爷恕罪，臣不知道王爷竟与臣的夫人相识啊，这才有此误会。本王年少时去边关历练，尊封将军为师，也算是看着金月长大的。喂，我那个时候也有10岁了吧？怎么算是看着我长大的？再说了，你可别忘了，我还经常带着你认路、巡查民情呢。顶多算是一起长大吧。都仰仗了你。原来你同王爷竟如此相熟，怎呢？从未听你说过。你与表妹有情，也未曾告知我。若我早就知晓，也不会做那阻人姻缘的恶人。你说这作何呀？叫王爷听了笑话。你也真是个笑话啊！王爷与金月许久未见，定有诸多话要讲，那我就先不打扰了，告辞。来，我们接着喝，别叫他扫了兴。王素来不喜与人亲近，对风金月却与众不同。他们当真只是寻常朋友吗？怎么回来这么晚？手上什么东西啊？关你何事？风金月，我是你夫君，你跟外男结交，我有权知道啊！冉兄，给我倒杯水。宁王送的。冉兄，收起来。是。风金月，我是你夫君。怎么？你要嚷嚷的天下皆知，你就到那个街上嚷嚷去，别在这里妨碍我休息。好，今天晚上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为妻之道。走，走！发什么疯呢？风金月，你敢殴打臣妇！我不是什么温柔的大家闺秀，若是发情了，就去给我找樊锦诗，别在这里打扰我。是我明媒正娶来的夫人，行夫妻之事合情合理。那就来啊！我定好好伺候你，让你享尽这闺房的天资。悍妇！悍妇！你从前不就喜欢我这副模样吗？怎么，从前都是在演戏？不可理喻！哼！陆明远，欺骗、辜负是要付出代价的，我定叫你悔不当初。王爷，昨晚你回去，陆明远没有为难你吧？发了一场疯，叫我当场打了一顿。你没说什么？我没事，这陆明远他都不会武功，揍他活动筋骨都不够，哪能受伤啊？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武力解决的，他毕竟是你夫君，以后你们的日子怕是难过了。很快就不是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许训我。说。你要跟他和离？陆明远他欺负我，我是绝对不会容忍的。我已经写信给父亲，想必父亲他定会支持我。不过说好了，你不许凶我的。傻丫头，我怎么会凶你啊？心疼你还来不及。你会支持我？有什么需要，只管跟我说。不需要不需要。再说了，你现在也不方便出面。这世家后宅阴险手段层出不穷，一定要当心。
我知道了。哎呀，伯爷，身子要紧，先把药喝了吧。真是家门不幸啊！伯爷、夫人，小姐回来了。父亲、母亲，青瑶，你回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了？大嫂怎么会突然要求归还嫁妆？她以前不是言听计从、百依百顺的吗？还不是因为善妒。当我家心思竟狭隘至此，当年真是错看他了。他一回来，见到锦诗和星恒就大发脾气，像换了个人似的，蛮横无理，还打伤了你大哥。什么？反了他了？哎呀，就因为大哥娶了表姐，生下星恒，他竟敢耍性子动手打人！这放眼整个上京，谁会娶他这种粗鄙无教之人？他能够嫁进伯府，对他来讲已经是莫大荣幸了，他竟如此不知好歹。何止啊！前几日他还搬空了库房，清点了嫁妆，让我们归还，否则就要提告到京兆府。我也是实在没法子了，才叫你回来想想办法。归还嫁妆？他做梦！不就是争宠吗？让他得偿所愿就行。你有什么法子？他现在并不与你大哥亲近，还身有官职，奈何他不得？表姐前几日让我寻得一种名叫仙人醉的酒，如今我已经寻到带了。今晚家宴，让风金月喝下品。姑娘，二小姐回娘家了，夫人在长春居设了家宴，请您过去。我瞧他们定是居心叵测，别有算计，姑娘还是不要去了。为什么不去？这鸿门宴才有意思。可万一……这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，躲得了今日，躲不了明日。与其畏惧退缩，不如迎面而上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耍什么花样。咱们一家人难得齐聚，今日甚是高兴啊！是啊，这般高兴，定是要多喝几杯。来人，上酒！从伯爷开始盛，顺着夫人的方向，可千万不能错失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刚过来。哎，那是什么？什么也没有啊，是只猫窜过去了。行了，赶紧送进去，主子们还等着用呢。果然，原本倒数第二壶酒是给姑娘的。哼，伯爷喝药仅是有孕，不宜饮酒，特备了果饮。来，哎，来，哎，大嫂，姑娘明日要当值，不可饮醉。那我便少饮几杯。大嫂，这酒柔和得很，喝不醉的。再说了，这一夜啊，可长着呢。来，来，大嫂，大嫂喝。来，这一杯啊，敬大嫂荣归回京。也是为今月接风洗尘。母亲小妹有心了。这一杯啊，我敬大嫂。来，你敬我做甚？
我敬大嫂是我朝第一个女将军，是天下女子的楷模。你当真是这般想的？哎，那是自然。来，大嫂，我先饮为敬。大嫂，快喝呀！这空腹饮酒啊，伤身体，这必须得边吃边喝才行。对对对，先吃菜。明远，还不替金月夹菜？待他明日醒来，当真会像母亲和景师说的那样无奈顺从吗？大哥，你快敬大嫂一杯啊！我倒要看看你们一家人联手唱的什么戏。穿上裙装描眉涂脂的她，倒也是个美娇娘。若能一直如此便好了。动起来，动起来！来来来，快吃！大哥，你怎么了？好热！大哥，你莫不是……莫不是什么？莫不是吃醉了酒？大嫂，你快扶大哥先回房间休息吧。金月，大哥，我是青瑶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公子醉酒了，还不将他带回去歇息？是。我没醉，金月，我没醉。嫂子，你没事儿？你觉得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没。我看今日这宴席就到此结束吧。金月，你也先回去歇息吧。哎呀，这晚上喝了酒啊，我定能睡个好觉。走。母亲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表哥一定是喝错了酒，我有孕在身，不便侍奉。那仙人醉药效猛烈，必须有人侍奉才行。还能怎么办？只能先让春兰伺候着。侍奉完，春兰岂不是成了妾室？没拿下风金月，反倒又多了一顾虑。那酒有问题，你动手脚了？我听见了他们谈话，偷偷调换了酒壶顺序，否则中招的便是姑娘了。这陆明远看他的样子，这分明就是中了媚药。他们真是太卑鄙无耻了，竟用这种下作手段来算计姑娘。这今日啊，幸好你聪明，偷鸡不成18亩。哼，这下可有好戏看。公子不要！公子！秋生怎么也在？走啊！一起啊！快来人！夫人，奴婢没有勾引公子，求夫人明鉴。公子醉了酒，奴婢实在挣脱不开啊！不怪他们。这怎么了？这二人犯了何事啊？昨夜明远醉酒，要了他们。这一晚上就要了2个人。这昨夜的酒，着实是厉害啊！跟酒无关，我们都喝的一样的酒。是，同酒无关。这既然如此，那就是跟这人有关。这陆侍郎饮酒后把持不住自己，以后啊，还是少饮酒为妙。定是故意来奚落，笑话我的。
事已至此，还是商量商量如何安置他们吧。姐姐觉得该当如何？以风金月狭隘善妒的脾性，定容不下他们。如此，便不用我当恶魔。这木已成舟，只能将这二位抬为妾室。恭喜陆侍郎又喜提新人，两人都抬为妾室，不然这还能如何啊？啊，我还要当值，我就先走了。可恶！昨夜那酒是怎么回事？你如何会成错？你莫不是故意的？好你个贱婢，竟敢加害主子！奴婢实在不敢，救夫人明察。我想起来了，酒端进屋时，阮秀靠近过，定是他做了手脚。他怎么会知道？许是听见武丁主秋霜轻易一些。你怎的如此不小心？夫人恕罪。刚才他们的表情真是太精彩了。听说昨夜锦夫人气得动了胎气，咎由自取，自作自受。已经过去6、7日了，瞧着他们是不打算归还嫁妆，还总想着算计姑娘。不还，我就撕烂他们的脸。今日城中有盗匪出没，大家巡查的时候都要小心一点。是。王爷，那我跟他们一起去。且慢，王爷还有何吩咐？你把这儿整理一下，一会儿同我去东街一起巡逻。好。伯府今日情况可还好？很好，他们昨日竟然想算计于我。你没什么事？我没事。他们伎俩拙劣，被阮秀发现了之后，拿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伯府住着还是太危险了，应该离得越远越好，早日和离。他们怎么会那么轻易的就答应？我还是得寻一个恰当的时机才可以的。若是到时他们提起嫁妆，不要也罢。那怎么行？绝不能便宜了他们。你若心疼，我给你补上。我怎么能要你的东西呢？为什么不能要？你那些东西是要留给将来的王妃用的，你给我，那算怎么回事？可我想娶的王妃只有你。你放心好了，我一定可以全身而退，叫他们竹篮打水一场空。还是那句话，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同我讲。当然啦，你可是我师兄啊。真无趣，看来看去都是这些东西，没个新鲜玩意儿。小姐要不要去听说书？听说最近新来一个说书先生，他说的书可有趣了。好啊！小心！贱人，光天化日就敢勾引表哥！小姐小心！啊！小姐小心！你没事吧？小姐，你没事吧？玉环，你还好吗？表哥，吓死我了！好了好了，没事就好了。我刚才差点都见不到你了，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。今天幸好有金月救了你。谁稀罕他救我？你刚才为什么不救我？这
不是事出紧急，谁救不得一样？才不一样呢，表哥。那你现在就站回去，让王爷再救你一个。你敢嘲笑我？不敢，我只是提个意见，让你满意而已。看到你，我就很不满意。那我走。还真是个活祖宗，现在躲远点还来得及。李欢，你又为了他凶我。皇兄，小姐受惊了，送她回府。我们走。表哥，凤金月，我要诅咒你！半月之期就要到了，我搜空府库，拿出自己积攒多年的私银，还是远远不够。你们也想想办法呀！我和锦诗还有点，明日送过来。这么大一笔钱，真要拿出来还吗？不还怎么办啊？让他告到官府去吗？说来，你的天庄是大头，如今事出紧急，不如先拿回来用用。我若是把嫁妆拿回来了，婆家肯定会对我不满意的，夫君也会因此厌弃我的。那怎么办？若是闹到京兆府去，谁的脸面都保不住。母亲，事到如今，只有一个办法了。你有何办法？休妻。只要休妻，风金月就没有办法拿回嫁妆，自然也不会告到官府。他如今有官职在身，轻易休不了。那就制造一个非休不可的理由。你可有主意了？风金月若是被休，往后我就是真正的少夫人，她的嫁妆赏赐也都是我的。过几天是我家老夫人的大寿，风金月作为我的大嫂理应出席，到时候我们就这样。好。这样能行吗？若别无他法，也只能出此下。不行，你这个计谋太阴毒了。大哥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心疼维护那风金月？咱们家都快被他逼上绝境了。是啊，明月，若不这样做，伯父就会被告上京兆府，成上京笑话。日后你还如何在朝中立足？这还有何颜面见人呢？当断不断，必受其害。大哥，不可妇人之仁呐！表哥，星河还那么小，我腹中的孩子还没出生。是你爹身体也不好，他受不住气的呀。哥，我婆家本身就对我不满意，若此事闹得没脸，我一定会被休出门的呀！你这明远，大哥，逼他签休书即可，不要闹得太过。干什么去了？你若是闲得慌，就赶紧补齐银子还给我，可没剩2日了。你就非要如此狠心绝情相逼吗？你就不念半点夫妻之情吗？我拿回我自己的嫁妆，怎么就狠心绝情了？难道我要任由你们侵吞我的嫁妆，才叫顾念夫妻之情吗？说到底，你就没有把我当成过夫君。那你又把我当成你的夫人吗？陆明远，是你先背信弃义的。风景月，
是你逼我这么做的。姑娘一定要去吗？总觉得二小姐没安好心。姑娘尚未与姑爷和离，还是伯府少夫人，身为长嫂，不去赴宴不合礼数。苏嬷嬷说的是，这作为长嫂，不去赴宴，反倒是给了他们将我休了的理由。明知是委屈，还要生受着，姑娘的命真是太苦了。做人难，难做人，都是没有办法的事。姑娘，瞧瞧这身可行？就这身吧，不必太过惹眼。这后日便是半月之期，等拿到了嫁妆，就立刻跟他们提和离，早些离开这个侯府。真的吗？那我和嬷嬷现在便去收拾准备。哪有那么着急啊？明日收拾也是来得及的。当然急了，这鬼地方一天也不想多待了。这东西那么多，光靠我们3个人是不行的，我得再去几个人。哎呀，大人您看好吃吗？来一个。大人，马上啊！吓坏了，这一直惯着的。呀，这不是陆少夫人，陛下亲封的第一女将军吗？没错，这就是我大嫂，咱们女子的楷模。我倒要瞧瞧，今日你又要使什么诡计？果然英姿过人，和我等就是不一样。是啊，封将军可真是为我们女子争了口气。这陆公子真是好福气，竟然能娶到封将军。封金月，你且得意吧，会有你哭的时候。既然宾客已到齐，那就上酒菜吧。封将军先请。大庭广众之下，这样肆无忌惮的眉来眼去，真当我是不存在吗？既如此，就别怪我心狠无情。这小姑奶奶也来了，今日怕是有的热闹了。罗六小姐头上的步摇真是别致，可是琳琅阁新出的款式。这是我前几日进宫姑母赐给我的，岂是琳琅阁能比得了的？啊，原来是宫中之物呀！确实很别致，跟前些日子圣上赏赐我的那一箱子一模一样。皇后娘娘如此厚爱，罗六小姐与宁王殿下可是好事将近啊！是啊，这么些年，宁王殿下身边只有罗六小姐一人，我们可是等着喝您的喜酒呢。胡说什么呢？罗六小姐这是害羞了。大家都坐下吧，上酒。怎么做事儿的？夫人恕罪。呀，封将军的衣服湿了。嫂子，我带你去厢房换身衣裳吧。好啊，那就有劳小妹。大嫂，换吧，我们出去等你。好。
这陆清瑶到底想干什么？这衣裳，莫不是有什么玄机？是你。风金月，都是你自找的，不肯与我大哥同府，你这卑鄙的下人同府去，便宜给你，去吧。是。风金月，好好享受吧。我得喊人去捉奸。你这般费心，还是你自己留着好好享用吧。大家共饮一杯。过了这么久了，也不知事成了没有。他们去换衣服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回来？是啊，宴会都要结束了。来人，去瞧瞧，怎么回事？今日请来了南曲的班子，稍后呀，请大家移步到后院听曲儿去。巧了，我最爱听南曲的《拜月亭记》了。我也爱听，今日可有耳福了？什么？南曲班子出了点状况，劳亲家母陪我去瞧瞧吧。看来青瑶是成事了。母亲不管宾客了，待我等来此作甚？你进去瞧瞧就知道了。风金与人偷情，为何要李潇去看？应该是我去看。陆清瑶，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这是亲家，你自己看看，你教养的好女儿，偷情的人怎么变成青瑶了？这不可能，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！对，肯定是有人陷害他，青瑶她不会做出这种事的。都摆在眼前了，还有什么误会？来人，把他们泼刑！是。这娘，金月，王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陆明远匆匆离席，我料想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？你还好吧？他这不是好好的吗？哪有什么事儿？哎，你的衣服怎么没换啊？这些都不重要，既然你们来了，我请你们看一出好戏。娘，青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陆清瑶，你竟敢趁祖父寿宴时出来偷人，如此羞辱我李家！夫君，我没有偷人，偷人的是风金月，是他陷害我。夫君，都出现在床上，你还敢狡辩？夫人，小人是被冤枉的呀！狗东西，你还敢喊冤？清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大嫂呢？大嫂，对，是风金月，是他打晕了我，是他故意陷害我。娘，好端端的，你大嫂为何陷害你啊？因为他想如此来陷害我。
没事。怎么，我没事，你是不是很失望啊？风金月，你敢害我！你看我杀了你！青瑶，青瑶，陆清瑶，这是你自找的。我只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陆清瑶找人故意弄脏了我的衣裳，又假意带我进屋换衣服，伺机用迷烟迷晕我，而后让人进来玷污我的清白。幸好我发现了他的诡计，我就将计就计，让他自食恶果。可是如此，如实招来。夫人饶命啊！小人都是被迫的呀，是少夫人给了小人50两银子，才让小人这么做的呀。来人，把他拖出去！走，走你！青瑶，你好大胆子，好恶毒的心思，竟买通下人陷害你长嫂。我也从来不知你竟然是这样的蛇蝎毒妇。夫君不是这样的，是风金月害我，他要害陆家和李家颜面尽失啊！夫君，我看脏了不要碰我。夫君，没有发生任何事情，你相信我，夫君。事到如今，你做与没做还重要吗？我李家容不下你这样的毒妇，滚回陆家去！姑爷，不可，青瑶她是被冤枉的，你的孩子还未满周岁，不能没有母亲啊！就这样蛇蝎心肠的毒妇，是她的耻辱，不容没有。我儿说的是，这样的毒妇不配做我李家的少夫人。今日便休她出门。怎么会这样？风金月，你害我至此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。陆清瑶，我们之间的账还没有算清。你要干什么？风金月，青瑶她已经被休了，你还想要怎样？陆侍郎，他被休是他的事情，但他陷害我的事，总得算个清楚吧。大哥，你快把他休了，他害得我们好苦。大哥，对，明月，休了他。表哥，他们也太不要脸了吧！如今可不是他要休我，而是我要跟他和离。和离？做梦！你只配被休弃出门。陆清瑶，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？现在不是你们陆家拿捏我，而是我拿捏你们陆家。什么意思？给我一纸和离书，再补齐我的嫁妆，否则我就将此事公之于众，提告陆清瑶。提告？你有证据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们这不过是后宅私斗，谁会受理啊？表哥，我们算证人吗？哼，我要让风金月求着我作证。哼，后宅私斗，你怕不是忘了，我如今可是朝廷命官。陆侍郎，你可知谋害朝廷命官是何罪名？还有，陆二小姐，你是把本王当不存在了吗？明月，谋害朝廷命官，重者处以斩刑或者绞刑，轻者杖1板，流放2000里。什么？哥，我不要这些流放，你快救救我哥！现在知道害怕了，早干什么去了？小儿，若是他被告上官府，这丑事怕是遮掩不住了，李家也跟着丢脸啊！陆公子，若是因为陆家连累李家无辜受累，我李家必然到皇上面前御前参奏。若是如此，那明月的前程不就毁了吗？明月不能上官府，这事儿不能闹开。行，我答应你。李夫人，可否借贵府的笔墨一用？自是可以，快去拿笔墨来。你也顺道把休书写了，今日就让他回陆家去，省得气着你祖父。儿子正有此意。
青瑶的嫁妆得拿回来，否则我们可没有钱还给风金月啊。母亲，被休妻者无法拿回嫁妆。你听我说，说是如此，两家就真结仇了。既然都闹到这种地步了，日后还想和睦往来吗？若是没有银钱，风金月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陆公子，现在可以写了。签和离书之前，我们有个条件。你还敢提条件？你也太无耻了吧！李家想休了青瑶也可以，但是必须得归还之前的嫁妆。青瑶当年嫁入李家，用的是风金月的嫁妆添妆，如今你们不肯归还青瑶的嫁妆，我们便无法归还风金月，今日之事便平不了。没错，你要是想休了我的话，那就把我的嫁妆还给我。你们真是无耻至极！母亲，还给他们吧，断得干净利落。好，我李家也不稀罕你们那点嫁妆。陆公子，现在可以写了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写，不精彩吗？精彩，这可比男曲有意思。嘘，李家还要脸面呢。该你了。寻常闺秀呆板无趣，不及你英姿飒爽。我爱的，就是你的与众不同。金月，我向你保证，你若嫁我，我此生只你一人，绝不负你。那若是我们成婚之后，我还想上战场，你允许吗？那是自然，你从小在军中长大，理该是自由翱翔的鸟，我怎忍心困住你？好，我嫁你。此去要等好几年才能归来。无妨，我等你。战场凶险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那你一定要等我回来。他回来了，可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到底是哪里做错了？是我没有瞒着他另娶生子，一切会不会不一样？我终于自由了。原来这就是和离书啊！还差官府落印。李夫人、李公子扰了贵府的宴会，实在抱歉。那我们就先告辞了。还请风将军和王爷还有六姑娘保守秘密，莫将今日之事透露出去。李夫人放心，李公子我很是欣赏，本王保证绝对不会把此事泄露出去。多谢王爷。宁王和罗六姑娘都来替他撑腰，他们到底是何关系啊？清月和宁王之前在军营中相识。什么？风金月和宁王相识？这凭什么？凭什么好事都让风金月占尽了，还害我被休妻出门？我恨，我好恨！风金月与宁王相守，自己又有官职在身，还被御封为第一女将军。若是没有与他闹翻，明渊岂不是能加官进爵，青云直上？伯府将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哎，可惜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小儿，赶紧把休书写了，前庭宾客还等着呢。本来以为赴宴能够大吃一顿，结果一口都没吃着，太饿了。哎，
走啊，请你们去酒楼吃席面。好，谁稀罕吃你的席面？不想吃可以现在就回府。那我们走。我又没说我不去。方才不是你说不稀罕的吗？我说不稀罕，又没说我不去。你怎能这般小气？方才我还帮了你呢。是，今日你的确帮了我大忙。走吧，我定会好好感谢你的。走吧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客官想吃点什么呀？把你们这最好的席面来一桌，再上几壶好酒。好嘞，4位客官稍等，酒菜马上就来。我可不是要宰他，是为了庆祝他和离。这么大的喜事，怎么能不吃最好的席面啊？说的不错，和离这样的大喜事，的确要吃最好的席面庆祝一下。王爷，有件事情想请你帮忙。何事？能把你上次那些人手再借我用一下吗？这离开伯府搬东西啊，需要不少的人。好，若到时候人手还不够，把沙威、薛贵一同叫去。多谢。金月，搬的和离书给我。怎么了？等着，到时候给你份大礼。啊！来，干了这杯茶。哼！小妹怎的也回来了？事可成了？别提了，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这怎么回事啊？风金月那个贱人，害得我被休了。什么？好在与离府周旋，归还了青瑶的嫁妆，也算能填补风金月的空缺，保全明月和青瑶。表哥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与风金月和离了，你去把他东西收拾出来，明日交还于他。都还给他，那我岂不是什么都没有了？家门不幸，家门不幸啊！王爷，爹，父亲，王爷，姑娘，王爷的人到了，但伯府下人拦着，不让进来。他们到底想干嘛？走，过去瞧瞧。敢拦我？看看，不能进，这里是东平伯府，让我们进去，你们想进就能进的。我们是来接风大人的，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让开！二小姐说了，只许出，不许进。不让人进来，我们的东西怎么搬出去？那便是你们的事了。你们这分明是不讲道理。既然他们不讲道理，我们也不必讲。动手！去！你们想干什么？说！上！住手！风金月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伯府行凶！我就算是行凶，又能怎么？你能奈我何？你敢杀我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伯府小姐，你要是敢动我，宁王也保不住你。我看你是真想找死，我看你是真的想死。住手！风金月，你疯了！解瑶，你没事吧？大哥，风金月他要杀我！没事了，没事了，下去，带二小姐回屋。慢着！你还要怎么样？他这手上的玉镯是我的嫁妆。你凭什么说她是你的？她的嫁妆那么多，绝不可能每件都记得，竟然是想讹诈我。别的我或许认不出来，但这只玉镯通体银白，缀有一点糖色，是独一无二的，我不可能认错。哥，
阮秀，是。这下你满意了？陆明远，你不要给我摆出一副受害者的样子，明明是你们陆家虚伪骗婚，忘恩负义，欺辱坑害于我。和你说给你了，嫁妆也还给你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还有什么没还？你不知道吗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这几年里仕途步步高升，旁人都以为你能力卓然，你该不会也这般认为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只是提醒你，你靠我和我爹的军功得来的势力，你可得做得稳当些。什么意思？他想干什么？姑娘，时辰不早了，动手，搬回将军府。是。走。嬷嬷，姑娘，你可算回来了，可都收拾好了。都收拾好了，搬走装车即可。好，辛苦各位了。小事。哎，这椅子都磕坏了，就别搬走了。那不行，拿回去劈了当柴火，也绝不能便宜了他们。这次说的是一针一线都不给他们留。走了，姑娘，咱们回将军府。好，回将军府。今天晚上在将军府啊，我请大家喝酒吃席。好，兄弟们动手！来，你看，表哥，风清月把伯府都搬空了，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我还能再挣回来。这么多东西，你怎么挣得回来啊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你是不相信我，还是舍不得这些东西？没有，我只是不想让你太辛苦，想让我们的孩子过得好一些。我还要去礼部处理公务，你回去好生养胎。表哥，那你早些回来，星恒还等着你读书呢。风清月走了，带走了伯府的荣华富贵，还让陆清瑶被休妻回府，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？这干嘛呢？这是在做什么？你看，这边，近多年的将军府怎么突然热闹起来了？是啊，还拉了这么多东西。放那儿，我们将军与东平伯府陆明远和离，今日搬嫁妆回将军府。和离，风将军不愧是女中豪杰啊！那东平伯府是瞎了眼了吗？这么好的夫人和离了？是啊，这么多东西，这东平伯府还不被搬空吗？要我说，活该！娶了咱们大清第一女将军，不知珍惜，还趁人不在娶什么平妻，侮辱人，可不是吗？风将军在战场杀敌，那陆公子在家与表妹生下长子，这不就是为了争夺家业吗？真不知羞耻！呸！吴叔、田婶，我回来了。姑娘，你回来了，辛苦你们二位了。收到姑娘的信，我们马上把府上上下都洒扫干净了，就盼着姑娘回来呢。可惜啊，我们老了，不中用了，否则还能帮姑娘去办嫁妆。不用了，有阮秀他们就已经足够了。那我们去给大家伙备些茶水来。有劳你们二位了。果然，还是只有自己的家最舒坦。姑娘，东西都布置好了。好，你去明翠楼订2桌席面，晚间送到将军府来。是。风大人，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吗？不需要了，有劳二位了。晚上啊，记得来我府上吃席面。
顺便帮我通知王爷一声。行，包在我们身上。告辞，告辞。风金月晚上要在将军府设宴，还请你跟表哥去吃席。是。那他可有说请我？这个……好啊，他居然不请我，真是倒霉催的。这小姑奶奶怎么也在啊？我等负责传信而已，其他都不知道。好了，本王都知道，下去吧。好。他昨日和离我也帮忙了，他今天设宴为什么不请我？忘恩负义！昨天在明翠楼不是已经答谢过你了吗？那能一样吗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去嘛。那是他的归家宴，休得无理取闹。谁无理取闹了？我去恭贺还不行吗？恭贺可以，但若你无理取闹、刁蛮任性，我立刻叫人把你送回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动不动就找人送我回去，你能换个花样吗？还有啊，记住了，既然是恭贺，那就要备好礼物。赔礼？好啊，我一定好好备份大礼。罗六小姐，罗六小姐也来了，怎么你不欢迎我？岂敢岂敢！罗六小姐莅临寒舍，甚感荣幸。这还差不多。给贺礼。多谢，请坐吧。你不打开看看吗？我明天打开看不行吗？你现在打开，我才能知道你喜不喜欢呀。行，我现在看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什么东西啊？让我们也瞧瞧呗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毛毛虫？玉雕毛毛虫。罗六小姐送的礼物真是别出心裁。是吧？我找了一下午，跑了好几家铺子才找到你。跑一下午找这毛毛虫做贺礼，真是彼得不亲。很好，我很喜欢。啊，这可是虫子哎，你不害怕吗？我从小在边关长大，时常上山下海，豺狼虎豹我都不怕，又岂会怕这小小的虫子？他不怕，那我不是白费心机了？可恶！怎么？你害怕？所以你故意找了一只毛毛虫，想要吓我？我可没说啊。那你送只毛毛虫，又是何意啊？毛毛虫可破茧成蝶，寓意新生嘛。哦，这个寓意倒是好，嘿嘿，应景。很好，我很喜欢。表哥，你准备了什么贺礼？这是和离书，我已经让傅红在上面盖了玉印。哇，和离书盖玉印，好家伙，厉害！他想的真是周到，如此一来，往后就不怕陆家借此生事，也能堵住他人闲言碎语。多谢王爷。啊，就准备了这个呀？林墨，王爷。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哇！这是犀牛鞭，材质坚韧，适宜你平时佩戴使用。哇，这上面还镶嵌了宝石，可真漂亮！好东西，我喜欢。喜欢便好。这个贺礼
王爷也巡了一下午吧？来，喝酒，恭贺封大人脱离苦海，重获新生。多谢各位，喝酒，干杯！干杯！一生不计桀骜，帝后天高。没酒了，我给你倒上。黄秀，小姐喝多了，送她回去吧。是。哥，小姐，我们回府了。不回，我还没喝好呢。喝醉了，大人，那我们也先走了。别走啊，回来！我到家了，我走了，走了，门子。今晚的月亮真美啊！是很美。上京的月亮与边关的好像不一样。那你是喜欢上京还是边关？自然是边关了。但是父亲说，边关凶险，战场也凶险。希望我回到上京，可以过安稳的日子。父母爱子既深远，师傅他很爱你，但是我让父亲失望了，没了活着的希望的你很好了，师傅他会为你骄傲的。真的吗？你真的觉得我很好？你无需学他人，就这般很好。他真好看啊，说话也好听。你喝多了，早些休息吧。不要，我还要继续看月亮呢。这样，你把酒给我，陪你看月亮。索性就随性，索性就随你看飞花。月亮好看，你也好看，谁哼轻笑一句，都好看。谁掉轻易抚平，谁不小心被回忆你方才说什么？我说月亮好看。晚上，现在什么时辰了？
辰时过半了。辰时过半，完了！快给我收拾一下。王爷昨晚走的时候说了，您今日可以晚些去衙署。那王爷昨晚是什么时候走的？我怎么都不记得了？您当然不记得了，都醉酒睡着了。那我昨晚是怎么回房间里了？王爷抱的。这么穿才精神。你们继续，我也听听。那个近来军纪松懈懒散，需要及时整顿，还要重新制定出新的训练策。你们2人现在就去整顿军纪，我与金月商讨一下训练策，以备操练。属下告退。昨晚你睡得可还好？昨晚啊，一觉好眠到天亮，这果然在自己家睡觉就是舒坦。我自己来。你为何躲我？我没躲啊，我不躲，难道让你真的给我擦吗？你都是这般关照下属的。看他这模样，像是忘了昨夜的事。昨晚的事情，你可还记得？昨天晚上什么事情啊？早间的时候阮秀同我说了，昨夜是王爷抱着我回屋睡觉的，多谢了。就这些？还有别的事吗？你就真的不记得了？半年都不记得？昨夜我喝的确实有点多，醒来确实是什么事情都不记得。我若是冒犯到了王爷，还请见谅。你的确冒犯到我了。我给王爷赔罪，谁能告诉我昨天晚上到底做了什么？你要怎么赔？我请你去翠明楼喝酒。又喝酒，喝醉了，又冒犯我。这话听上去怎么像是我非礼他一样啊？我昨晚到底怎么冒犯王爷了？好，我帮你回忆回忆。他干什么？我是怎么冒犯他的？天哪，爹呀，谁来救救我？你记起来了？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你说过的话也想不起来了？我也不记得我说过什么了。你说你喜欢我，我们还……我真这么说了？你酒醒了就不喜欢我了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是喜欢。不是。我觉得吧，这里面肯定有什么误会的。那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？这不是重点。重点是什么呀？重点是，你是王爷，娶妻应当要娶贤良淑德的大家闺秀。我呢，粗鄙的武将。再说了，我现在还是合理之身。我不介意，你只要告诉我，你愿不愿意做我的王妃？圣上跟皇后，他们也不会。那是我的阻碍。金月，告诉我，
的是认真。愿意嫁给我吗？过往太重，难免讳莫如深。你确定我的心胸很狭隘的？而且我的眼里容不下任何伤。是不敢以你指责路人，挣扎几分红烈，哪怕预算，却不枉此生。若是草木皆离，日若山水皆空门，一朝暮夜心生。向你发誓，今生今世，我只娶你一人，绝不纳妾。若有违背此事，我天打雷！别瞎说。你同意了？我现在还是合理之身，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事情吧，以后再说。怎么了，表哥？我被御史台参奏弹劾，圣上大怒，罚了我1年的俸禄，并警告若再有失职之处，便革职别官。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是不是风金月和宁王他们故意陷害你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府中银钱本就吃紧，再罚俸半年，这可怎么过呀？虽不比之前富裕，但也不至于缺衣少食吧？现如今怎么总提钱，变得这般俗气市侩？我怎么就俗气市侩了？谁也不能靠仙气过活呀！娘娘，宁王殿下来了。儿臣见过母后。起来吧。你有些日子没来了，都在忙什么呀？近来殿前司公务繁忙。只是忙于公务？我怎么听说你近来同风金月走得很近？是。儿臣心悦于他。放肆！你可知你说的什么话？母后让儿臣娶妃，儿臣现在有了心仪之人，怎又不喜？这2件事怎可混为一谈？你可知那风金月是何身份？儿臣知道，她是父皇御赐的第1女将军，是天下女子的表率，也是我殿前司副都指挥使。你是要气死我！还望母后息怒，儿臣并非此意。我看你是打定了主意。是，儿臣定要娶风金月为妻。上京闺秀众多，为何非她不娶？你可知那风金月是合离之身？合离之身又怎样？在儿臣眼里，她就是最好的。若我不同意呢？那儿臣便今生不娶。这么多年，我也该知道儿臣的决心。多年未娶，竟是为了等他。是。王爷，军机整肃完毕。好。王爷，这是训练策案，王爷请过目。若是无问题的话，明日便可开始操练。辛苦了。王爷，王爷，罗三公子来了，说有急事。阿昭，一环出事了。一环出什么事了？他出生礼服被人掳走了。什么？这何人敢掳相府小姐？活得不耐烦了？可报京兆府了？报了，但近日来有不少女子被掳走，京兆府一直都没找到人，指望他们怕是无用，我这才来找你的。这可是桩大案子啊！这帮鳖孙掳到相府小姐身上，真是活的头。那可有线索和可疑之处？未曾。
一欢就是听说西城外30里的九华寺那里求姻缘特别灵验，便带着婢女过去了。那婢女和车夫可回来了？全都失踪了，一路寻过去，也未见尸体和血迹。那这相府可有收到索银信？未曾。若是索银倒还好，至少能看到希望，就怕现下这般毫无头绪，才叫人无望。如此看来，肯定就不是图财，定就是图人了。阿昭，你可得快些，晚了怕一欢他……你放心，我现在就派人去调查。你先回去，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你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办案了。我先走了。山卫、薛贵，你们2人去京兆府了解此案情，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案件与此案件有共同之处。是。怎么样？京兆府怎么说？还未有消息。这可如何是好？青瑶一个姑娘家都失踪3日了。听说罗六小姐也被劫掳了。啊！何人如此胆大包天？也是去九华寺上香失踪的。王爷，查到了。说，近来被掳走的女子都是在去九华寺上香时失踪的。这般巧，东平伯府的陆二小姐前几日也失踪了。陆清瑶是。那京兆府可有调查九华寺？去了，什么也没查到。路过的樵夫说，人都是离开九华寺之后才失踪的。女子姻缘，九华寺。这九华寺原先并不鼎盛，前些日子不知从何传出说姻缘格外灵验，引得百姓慕名前去。是啊，前去上香的人这么多，失踪的都是貌美的妙龄女子，而那些男子和长相平常的女子皆平安无事。那这问题定然就出现在九华寺里。为今之计，只有以身入局。明日我便扮作香客前去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我有武功傍身，况且可以让薛贵乔装成车夫与我同行。可是没有选择了。若是我现在都有危险的话，那一欢他们就更不用说了。那好，若遇到了危险，立马发现好弹，然后撤离。放心吧。姑娘到了。慢些。这就是九华寺，今日我定能求个好姻缘。走，去宝殿。听说想要灵验，进完香还要去抽签找住持解签。只是这签也不是什么人都解的，须得有缘人才行。我诚意十足，定是那有缘人。施主，缘分未到，还是下次再来吧。阿弥陀佛。果然，容貌寻常的女子便是无缘。阿弥陀佛，施主请。有劳住持解签。36签，恭喜施主，姻缘已到。姑娘，太好了！我就知道我的缘分要到了。多谢住持。此签的签文是：月老牵红线，佳偶天作合，良缘已成熟，一切尽在眼前。施主，恭喜了。真的吗？多谢住持。此为木骨佛光的香囊，施主回去挂在马车上即可。
谢女谨记。阿弥陀佛。把这个挂在马车上。嗯，是。走，打道回府。站住！跪着！你们什么人？要干什么？别废话，再磨叽我一刀要你的狗命！好汉饶命！好汉饶命！怎么了？姑娘，有贼人！你们想要什么，我们都可以给你们。什么都给啊！这可是你说的啊！是求你们不要杀了我们。放心，不杀。兄弟们，都给我绑起来带回去！是。啊！看来一会儿就是被这帮人掳走的。大人，是山贼啊，咱们可得小心了。见机行事吧。计划顺利进行，我接着跟进，你回去让王爷带人前来。好。什么？哼，自己快点儿！哟，来新货了，成色不错呀。必须的，只差一个就可以交货了。这是老实点，否则有你们的苦头吃。你怎么也被掳来了？嘘，小声点。风金月，你有今天！不想死你就别嚷嚷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都沦落到这个地步，你还敢嚣张？我看你是真的想死吧？你闭嘴！哎，把那柴都给我劈了！那么多，废他妈什么话！快点！哎，大哥，你们都是去九华寺求姻缘，得了住持给你们的姻缘带之后，被掳到这里来的。是。果然如沙威所说，被掳的都是妙龄美女子。只是，她怎么……你怎么也被掳来了？我是来救你们的。你都被绑起来了，还怎么救啊？我自有办法，听我安排就是。真的？什么办法？怎么安排？安静些，别让外面那些山贼察觉到了端倪。耐心等待。等什么？等王爷带人来救我们。真的，表哥要来救你再大声一点，外面那些山匪全都听到。我不说了，我都听你的。怎么样了？前面就是黑狼寨，那边有人在把守防哨。走。来喝一个，来！哎，兄弟们，走一个！来，大哥，走一个！哎，我跟你们说，这段时间可辛苦大伙了，咱们再凑齐一个，把货给凑足了一卖，啊，
今年也算没白忙，年底咱们是不是过个肥年呐？对，来，敬大哥，都听大哥的。还有没有人换班啊？好快呀啊！快了，再有2刻钟吧。仁兄，哇！仁兄，去门口守着。是。你们2个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我没叫你们出来就不许出来。好，走。喂，是风拿的信号弹。来，大哥，来，大哥，来，倒上，给大哥倒酒。你可别急。大当家的，不好了，大当家，有人攻打咱黑狼寨。你看清楚什么人了吗？是官兵。官兵怎么知道咱们这儿？莫非是那九华寺的秃驴出卖了我们？你们2个赶紧把货转移。是。你去看着他们。他妈的贼！走。你居然会武功！你到底是谁？你！哼，说出来怕吓死你！这可是圣上御封的第1女将军，赶路我们其实就是你的死期。大哥，这怎么办？去抓那几个不会武功的，能抓几个是几个。上！是。不要乱跑！大哥。你受伤了？小伤，不碍事的。那也要包扎好。表哥，吓死我了！够吗？我这还有。你还是留着自己擦眼泪用吧。我自己来。王爷，人都解决了，血鬼也找到了，全部押回去，我要亲自审问。是。快带走，走。
都带走！快走，老实点，走！忍耐一下。玉环，玉环，三哥，你没事吧？玉环，我没事，就是吓死我了。好了好了，二三哥在呢，我们也在呢。听说是风将军救了一环，感谢。不客气，一欢他也受了惊吓，劳烦三公子带他回去歇歇。那我们就此回去了。怎么了？我感觉他们好般配啊。有些事强求不得，你也该长大了。可是好难受啊。好了，没事，三哥陪你回家。嗯。姑母，力大可合适？合适，合适。前几日你被掳，怕是吓坏了吧？唉，可是吓死我了！幸亏表哥营救及时，不然我就被那贼人掳到北地去，就再也见不到姑母了。真是贼胆包天，竟然敢掳卖相府小姐！还有那九华寺的恶僧，简直该下18层地狱！听闻那风金月为了救你受伤了。是，要不是他救了我，我可能早就被杀掉，或者像陆清瑶那样被毁容了。如此说来，那风金月是你的救命恩人了。皇上驾到！见过陛下，宁王殿下。见过姑父。陛下来了。你们方才在聊什么呢？在聊易欢被掳一事。此次风金月立了大功，我正发愁如何奖赏他呢。金银财宝他不缺，功名官职也有了，只差什么呀？只差个如意郎君了。你的意思是让朕赐婚？那你觉得谁人合适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不想嫁给昭儿了？表哥从来就不想娶我，与其相看生厌，不如成人之美，也放过我自己。经此一遭，你倒是懂事了。还望父皇母后成全。你冥顽不灵。哎呀，姑母，就成全表哥嘛。风金月她跟表哥真的很般配。风金月虽是女子，却是名难得的将才，不仅能领军打仗，又能绘制查案，有勇亦有无，非寻常闺秀可比呀。看来你们都同意了。若我在横加阻拦，岂不是要做棒打鸳鸯的恶人？哎呀，姑母最好了，怎么会是恶人呢？行了行了，我不管了。谢母后成全。风金月接旨。臣风金月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封将军之女风金月贤良端方，品貌出众，朕与皇后公闻之甚悦。如与宁王情投意合，堪称良配，特将汝许配宁王为王妃。一切礼仪交由礼部与钦天监共同操办，则良辰吉日完婚，布告中外，遣使闻之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什么？风金月被指婚给宁王？没错。圣旨已下，礼部负责大婚事宜。怎么会这样？他可是和离妇啊！他怎么就成王妃了？贱人！为我被休，还被毁了容，怎么就做了宁王妃？啊！
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？第一次见你的时候。这么早？一见钟情。谢谢你等我。花。